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滋味人生頻道，我係慧心。轉眼間日曆已經返到咗2025年嘅12月，天氣真係轉涼啦。走喺菜市場裏，睇住攤位上嗰啲水靈靈嘅蔬菜，心裏總諗住晚上激家人煮個熱騰騰嘅火鍋，或者炒幾盤清脆嘅小菜，咁就係冬天裏最簡單嘅幸福啦。但係啊，作為家裏嘅長上人，我哋心裏都得有一感情。特別係到咗年底呢個時候，為咗趕着上市，有啲蔬菜可能病唔似佢哋外表睇上嚟咁讓人放心。前幾天我遇到咗一位種咗一倍紫菜嘅老農民朋友，佢語重心長地同我念叨咗幾句，聽得我心裏一驚。原來喺呢個12月有幾種我哋餐桌上常見嘅蔬菜，如果唔仔細挑選，唔識得正確清洗，咁食進肚裏嘅可能就唔止係營養蟹。有我哋最擔心嘅農藥殘留。今日慧心就想將呢啲老經驗真辦法，似同老鄰居靈呆咁樣，完完整整咁分享給你哋為啦。家人嘅健康，斬地可千碗，不能嫌麻煩。呢個第一種讓慧心特別掛念嘅蔬菜，就係斬地冬天食火鍋時最愛蒜嘅菠菜。你知嘛？現在係12月，雖然天氣冷咗，但係菠菜確長得特別好。可係嗰位老農民朋友偷偷告訴我，菠菜其實係農藥殘留嘅大戶，為咩呢？擰仔細睇睇菠菜嘅葉子，葉片薄薄嘅表面積特別大，呢個就好似一張張展開嘅大網，不管噴咩藥或者空氣裏嘅霧霾灰塵，佢都照單全收。再加上菠菜葉子表面嗰啲細小嘅褶皺，就好似一個個小口袋，把農藥鎖得死死嘅。特別係喺呢個季節，雖然氣溫低，但係大棚裏溫暖滋潤，菠菜長得快，各種病蟲害亦都跟住嚟湊熱鬧，似係霜霉病、白斑病，還有嗰啲睇唔見嘅小蟲子為啦保住收成，有啲種植戶難免為多打幾次魚。而且啊，為咗咁喺12月嘅銷售旺季上市，菠菜嘅生長週期被壓縮得好短。有啲甚至只有30到45日就收割咗，呢個就導致了一個大問題，咁就係農藥骸酶嚟得切喺自然環境中分解掉，菜就已經到咗我哋嘅籃子裏。我睇到一份2025年嘅檢測數據，心裏真係嚇住一跳。數據顯示，居然有高達96%嘅菠菜樣本裏都檢測出咗農藥殘留，甚至有啲係含有嗰種能夠抑制細胞自我修復嘅有機磷代謝物。呢個對暫地上咗年紀嘅人，還有正喺度長身體嘅小孫子、小孫女，威脅太大啦。所以啊，慧心喺呢裏要提醒大家，買菠菜嘅時候，暫未得長相、火眼金睛，盡量挑嗰啲長相普通，甚至係稍為有點畸形嘅本地當季菠菜，別一味追求嗰種葉子累得發黑、大得嚇人嘅嗰種，往往係化肥農藥催出嚟嘅。對於嗰啲長途運輸嚟嘅菠菜，毀料保鮮，可能係用咗保鮮劑，風險更高。買翻晒家點樣洗呢？呢個可有講究，千萬別整把泡喺水裏就完事啦。一定要將菜根切掉，將葉子一片片掰開，喺流動嘅清水下邊沖洗。記住，每一片葉子都要沖洗至少30秒，利用水流嘅衝擊力，把表面嘅髒東西帶走。跟住準備一盆水，加點小蘇打，把菠菜泡上個10分鐘。小蘇打係鹼性嘅，能幫忙分解有機磷農藥。最後亦都係最重要嘅一步，就係汆燙。把菠菜放進滾水裏燙個30秒。呢一步不僅能去掉大部分農藥，還能去掉草酸，咁食起嚟不食口，對咱哋老年人嘅腎臟亦都更友好。講完菠菜，咱哋再嚟另一種常客，咁就係豆角，或者係咱哋常講嘅豇豆。呢一豆角啊，看起嚟一根根光溜溜嘅，好似地乾淨。其實佢係個心機重嘅家伙。為咩咁重呢？因為豆角愛長嘅蟲子似係鑽心蟲，佢哋特別狡猾，喜歡多喺豆角嘅花朵或者嫩芽裏面。呢個時候，如果農民伯伯只係喺表面噴藥，根本打唔到蟲子，咁點樣辦呢？有啲急功近利嘅人就為用嗰種內吸式嘅長效殺蟲劑，直接灌到根部。你諗啊，呢個雨水被根吸收咗，順住經葉船輸到豆角嘅每一個角落，甚至滲透到咗豆角嘅肉裏。呢個時候，豆角本身就變成咗一個毒藥包。
蟲子咬一口就被毒死啦。可斬地人食咗呢，呢農藥係洗都洗唔掉㗎，因為佢喺肉裏頭，所以維森挑豆角嘅時候，從來唔挑嗰個種又長又直，一點瑕疵都沒有嘅完美豆角。相反，如果豆角上有嗰種蟲子咬過嘅小洞，或者形狀稍為有點彎曲，我反而更放心。呢個說明越打得少。處理豆角嘅時候有一個動作，你千萬別省，咁就係一定要將豆角兩頭嘅尖尖，亦即係頭尾部分遮掉，因為呢兩個地方係農藥殘留同毒素最容易堆積嘅死角。洗嘅時候先用流動水沖，再用鹽水泡10分鐘。最後唔管你係炒著食鞋係涼板，一定要先過滾水汆燙，而且時間要長一點，至少1分鐘以上，讓佢徹底熟透。呢個就不僅係為啦去農藥，亦係為啦破壞豆角裏本身自帶嘅一種皂苷毒素。呢個就係雙重保險。接下來要講嘅係嗰種聞起嚟特別香、食起嚟脆生生嘅芹菜。芹菜係個好東西，富含纖維，斬地好多有高血壓嘅老朋友都愛食。但係你仔細睇下，芹菜嘅莖係咪有一道道深深嘅凹槽？呢一道道凹槽對於農藥嚟講，簡直就係最好嘅藏身之處。特別係12月呢個種絲度比較大嘅時候，噴灑嘅藥液好容易順住凹槽流下去，積聚在裏面。如果唔仔細洗，根本洗唔乾淨。維森教你一招。挑芹菜嘅時候，選嗰種粗細均勻置地炸時嘅，撇買嗰種葉子發黃發黏嘅。買返粗梨時，建議將外層比較老嘅莖直接剝掉，一來口感唔好，二來外層接觸農藥最多。洗嘅時候別偷懶，揾個軟磨嘅小刷子，或者係乾淨嘅洗碗海綿，順住芹菜嗰啲凹槽一根根咁就踩。呢個就好似芹菜刷牙一樣，將藏喺縫裏嘅髒東嘢都刷出嚟。雖然有點麻煩，但係為了健康，呢點功夫係值得㗎。殺完之後切成段，同樣放到開水裏汆燙1分鐘。呢樣處理過嘅芹菜，顏色更翠綠，口感更爽脆。最重要嘅係食得心裏踏實。還有一個不得不提嘅，就係斬地做沙拉或者拍黃瓜時離不開嘅黃瓜。現在係12月。市面上嘅黃瓜大多係大棚裏種出嚟㗎，大棚環境封閉，為咗控制病蟲害，還要讓黃瓜長得直，頂花帶刺埋相好。農藥同生長調節劑嘅使用頻率相對較高。你有沒有注意過有啲黃瓜摸起嚟滑溜溜嘅？咁其實係黃瓜表皮天然嘅一層蠟質，或者係有啲商家為咗保鮮打嘅蠟。呢層東西本來係保護黃瓜嘅。但係佢有個壞處，就係特別容易吸附脂溶性嘅農藥。農藥黏在呢層蠟上，水沖係沖唔掉㗎。還有啊，以前咱哋總計得頂上帶住小黃花嘅黃瓜最新鮮，其實不係自然生長嘅黃瓜，瓜熟蒂落花，早就該卸仔。如果你睇到嗰黃瓜長得好大啦，頂上嘅花係鮮豔欲滴，甚至有個大大嘅瘤狀物，咁好可能係用咗植物生長調節劑。亦即係咱哋俗稱嘅激素。雖然專家話呢種激素毒性唔高，但佢往往伴隨住其他農藥嘅濫用，所以維森強烈建議大家，特別係家裏有老人小孩嘅食黃瓜，最好係將皮削掉。我知道皮裏有營養，但係喺農藥殘留嘅風險面前，咱哋仍可犧牲呢一點點營養，亦都要保個平安。研究表明，削皮能夠去掉90%以上嘅農藥殘留，呢個係最徹底嘅方法。如果你時海捨不得削皮，咁就喺切開之前，整根黃瓜放到開水裏燙個10秒鐘，然後迅速撈出嚟個涼水。呢樣既能殺菌去農藥，又能保持脆度。最後要講嘅呢一種係包餃子6合必備嘅韭菜。韭菜呢個東西有個特別難纏嘅對手叫韭蛆，專門咬韭菜嘅根，因為呢啲蟲子倒喺土裏，表面噴血根本沒用。有啲唔講究嘅種植護衛啦，殺死地下嘅蟲子衛，用高毒嘅農藥進行灌根，呢個藥水直接交喺土裏，被韭菜根吸收得一乾二淨，然後輸送到葉子裏。呢個就係為咩韭菜有時候會有嗰種刺鼻嘅味道，或者食咗容易拉肚。韭菜嘅葉片層層疊疊嘅，根部連接嘅地方縫隙特別多，泥土、蟲卵、農藥都喜歡往嗰鑽，所以維森每次洗韭菜都好似係做手術一樣仔細，
挑韭菜嘅時候，別挑嗰種葉片特別寬大、顏色綠得發黑嘅，嗰多半係氮肥同農藥催出嚟嘅。要挑嗰種葉片窄一點、有啲鬆眼、切口平整嘅。洗嘅時候先把根部切掉一截，呢個係農藥圍集嘅地方，千萬別捨不得。然後把韭菜放喺流動水下沖洗，一邊沖一邊用手輕輕搓洗葉片，最好能喺鹼水或者洗米水裏泡個10分鐘，讓酸性嘅農藥嘅邊同一下。最後酸糖嘅時候動作要快，水開咗，放進去20秒就撈出嚟，時間長咗，韭菜就爛咗。沒法包餃子啦。講咗那麼多，衛生病唔係想嚇唬大家，令大家咩都唔敢食啦。蔬菜係咱哋生活中必不可少嘅營養來源。農藥殘留雖然聽起嚟可怕，但只要我哋掌握咗科學嘅挑選同清洗方法，就能夠將風險降到最低。其時呢裏面係有一個大原則，就係盡量買本地當季嘅菜。本地菜運輸距離短，唔需要太多保鮮劑。當季菜順應天時長得壯時，蟲害少，自然農藥用得亦都少。如果你喺超市睇到有機認證或者係綠色食品標誌嘅蔬菜，雖然貴一點，但佢哋嘅生產標準更嚴格，俾老人孩子食都更放心。另外，買菜嘅地點亦都好重要，盡量去正規嘅超市、大型農貿市場或者嗰啲有追溯源頭嘅電商平台。千萬別貪便宜在路邊攤隨便買，嗰啲地方嘅菜來源不明，碗一出咗問題，連人都揾唔到。聽了衛心今日呢咁一路都唔知你心裏係咪更有底啦呢？其實啊，呢洗菜做飯睇似係每日重複嘅瑣事，但係呢裏面藏住嘅全都係我哋對家人嘅愛。每一次仔細咁沖洗，每一次耐心咁汆燙，都係喺為家人嘅健康把關。我哋雖然唔能夠控制蔬菜係點長出嚟嘅，但我哋可以控制佢點進到我哋嘅嘴裏。呢2025年嘅12月，天雖然冷，但只要咱哋一家人能圍坐埋一齊，食上一頓乾淨、衛生、熱乎乎嘅飯菜，咁就係最暖心嘅時刻。希望今日衛心分享嘅呢啲挑菜、洗菜嘅小竅門，能夠真正幫到你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內容有用，請唔好吝嗇，將佢分享給你嘅老伴、你嘅兒女孩，有身邊嘅老鄰居民。讓大家都能食得安心，過得健康。呢裏係滋味人生，我係衛心，感謝你今日嘅陪伴，我哋下期節目不見不散。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胃口常開。